Neolite 日常操作，登入系統，第一個畫面主要分為兩部分，分別係客戶聯絡人同預約時間表。聯絡人咧係連接咗 WhatsApp， 點擊聯絡人就可以打開對話視窗，呢度可以直接同客人對話，記錄埋邊個員工幾時發出訊息，右邊可以輸入筆記，方便員工溝通同記低重點，配合聯絡人列表，我哋可以拖拉客人去時間表進行預約。預先設定嘅預約信息會自動發俾客人，預約資訊唔需要再人手輸入，然後放鼠標到聯絡人呢就會出現3個按鈕，分別係新增發票、療程使用、客戶記錄。當客人需要消費嘅時候，就需要按新增發票，首先呢就選擇貨品，呢度呢可以打關鍵字搜尋，點擊一下加入列表。呢個例子我新增咗2個療程，呢度呢將次數改為10次，總額已經自動計算好。呢個位置咧可以分成2個付款，例如 Cash 或者係 Visa。點擊存檔之後咧就會生成發票。點擊文件簽署可以電子簽名，俾客戶先檢查資料，右下角簽名再按 Submit， 系統會自動生成 PDF 文件。點擊按鈕傳送俾客戶，系統自動打開對話視窗，按傳送直接發俾客人。完成發票購買療程之後，返回視窗執行療程使用。點擊所需療程項目，再選擇負責醫生或者技師。存檔之後都可以做療程簽署。客人檢查扣除次數冇問題，就可以簽署再按 Submit， 同樣一件發送俾客人。嚟到第3個按鈕，客戶記錄，點擊打開可以見到客戶消費記錄、積分、餘下療程等資料。最後睇埋銷售報表，呢度顯示呢一個時期嘅銷售記錄，右下角顯示每一個付款方法嘅總額計算，每日關門埋數咧就非常方便，亦都可以將資料匯出成 Excel 格式。而家我模擬一次手動發出自助預約，當有客人提出需要預約，你可以發出一個預約表格連結，客人進入連結，簡單選擇療程、日期、時間，再按提交。顯示預約成功之後，除咗有即時通知，系統資訊以跑馬燈方式呈現，將呢個流程設定成自動回覆，真正做到節省時間、分配人手。Neolite 簡單介紹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